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天气的状况。这个透早温度有小可回转来，但是因为继续受到冷气团甲风面的影响，台北的低温只有14°C。若是以气象局的新制来看，已经是达到大陆冷气团的标准咯。啊，这礼拜六寒流就会到位，高山敢有机会来落雪咧？气象局讲，宜兰的太平山是风头面，有机会看到结霜。啊，若要看到落雪，就要靠温度甲水汽的配合。啊，若大屯山因为关度无够，合欢山是温度无够，所以落雪几率拢真低。前一天雨才停落来，今日一只起床又搁咧落雨，民众出门买早一件雨伞。不过温度和前一天相比有了回温。今日透早低温伫咧申报富贵到11°C，台北低温14°C。不过根据气象局新制，时下高级嘛是达到冷气团等级。气象局长地面店长伫咧内面册铺文，本正中国冷气团的底限是14度以下。气象局现在用时下高级14.2到9这个底限，将做今年立冬头一波中国冷气团。新制杀出来，煞无甲气象界讲，学业界拢伫咧讨论。不过大家上要紧的是冷气团过，所落来寒流到底有偌冷？周六、周日、周一开始寒流南下，周六开始降温。周日、周一的上午这段时间，温度相对是最低的。拜五受到风面影响，全台湾会落雨，北部、东北部爱注意有所在会落大雨。拜六方面提寒流暗时到愈晚地愈冷，礼拜日会愈寒，全台湾低温强要拢伫咧10度以下，较快所在卖降到6度。啊，若礼拜一会知影受到辐射冷却影响，花东温度会比礼拜日更加低，不过连续过第慢回温。周六上半天下雨的几率还是比较偏高，但这时候温度是正在逐渐下降的部分，温度不一定下降的那么快哦，所以像这一波来说的话，主要还是要看温度跟水汽搭配的情况怎么样。拜六的水汽加上低温，落雪几率上悬，其中宜兰太平山伫咧食方面，温度高，结霜的几率最悬。不过今日落雪需要水汽和低温的配合，啊，若合欢山温度无够，大屯山的关度无够，落雪几率嘛拢增加。礼拜日是当看到结冰结霜的画面。所以讲，拜六礼拜想要去看雪人，嘛是爱看运气。